我由1981年開始接觸長跑呢個項目嘅。我自己本身咧就好中意長跑，佢有好處就係你可以一班人跑又得，你自己跑又得。佢更有個好處就係佢唔需要場地限制，你喺街度跑又得，你喺運動場跑又得，你水塘區跑又得。即係你有對鞋就可以跑步啦。將呢個長跑融入咗你生活部分咧，你就得㗎啦。所以係好自由嘅嘢嚟嘅。